2025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第二梯次活动在12日登场，有趣丰富的课程规划深受小朋友喜爱，甚至有不少学员更是连续2年都报名参加。这是你们第几次来参加这个活动？第二次。哇，为什么想要来参加第2次？因为妈妈说要来。你有自己的想法吗？因为很好玩。很好玩啊！活动开始前，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特别来到现场致意，同时表示，今年课程与往年有些许不同，希望能让小朋友吸收到更多科技知识以及媒体课程。之前有同学有来过的吗？哇，好棒棒，回国了，所以你们算是学长，其他人的学长跟学姐哦。那不管是新同学还是旧同学哈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应该会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。那希望也是说，让我们的同学们多吸收一下新的一些科技知识之外呢，那同样的旧的那些，比如说大家看到的主播啦，怎么样做新的这些比较属于传统的这些课程，都会提供给大家。夏令营的第1堂课，邀请南台科大资讯传播系黄琼英博士教导学员利用时下最夯的 AI 科技，做出专属自己的主题曲。我的音乐好好听，哇！你做的歌赞。AI 现在可以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哦，除了可以做行政，可以帮助小朋友来做课业的学习，同时我们今天还会教小朋友怎么来做音乐，还有写程式哦，在生活上应用非常的广泛，但是小朋友们要先学会怎么下指令哦。那来上我们的课程之后呢，就可以在生活中还有学习上有更多的应用了。除了 AI 应用课程，夏令营也安排主播郭文吉传授学员们各种采访技巧及主播仪态。经过指导后，学员们个个有模有样，现场模拟实况连线。他的镜头就要对准一般的民众，因为他看到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镜头，但是镜头后面就是什么千千万万在看的人哦，所以他一定要眼神一定要专注，然后看着大家讲话，然后不能够东张西望，对不对？每次看到那个记者在电视里面在那边讲话，我都觉得很辛苦。然后这一次我才知道，原来后面的布幕不是彩色的，是绿色或蓝色。下午课程由幸普身心关怀协会阮奇宝讲师分享情绪教育，帮助学童辨识与表达感受，提升心理韧性。我们如果是知道自己的情绪，但是呢，我们会不会去辨识？我们会不会去判断别人的情绪？然后我们要怎么跟他沟通，这个很重要。巨汉商业摄影总监郭聪南老师也分享他的特殊摄影技巧，让小学员们发挥创意，拍出各种充满艺术氛围的影像创作。我们光移动时候会记录这个光的轨迹，然后就可以把你的想法把它给创作出来。对，想要用光画一个圆圈，它就是一个圆圈。我们用时间去做记录。总经理陈建春表示，主播营不只是暑期活动，更是一场科技未来与媒体素养的启蒙旅程。面对科技巨变的时代，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知识，更要具备提问、表达与理解世界的能力。透过实际操作与深度课程，让他们在 AI 时代不迷航，找到自我发光的方向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